今日帶大家嚟到西半山一個著名嘅小區樂信台，而喺呢度咧，3棟單位之中咧，我哋今日參觀呢個單位屬於咧最大面積嘅實用面積1000尺，而且咧非常罕有一個高層咧享有一個最開揚嘅動植物公園嘅景觀。樂信台咧屬於咧我哋西半山一個非常著名嘅小區啦，成個屋苑咧已經翻新咗，咁咧地理位置優越，鄰有扶手梯旁，同埋咧佢哋擁有自己一個穿梭巴士。將樂信台咧，仲有個好多設施嘅會所啦。咁今日我哋參觀咧，呢個係實用面積1000尺，屬於粵2座之中最大嘅單位。到嚟啦，可以見到咧，呢度客廳同飯廳兩邊咧都係非常分明。咁喺1000尺嚟講咧，佢嘅實用程度咧算係非常高。喺度咧飯廳咧放一個大圓台咧，感覺咧仲有好多空間。而且咧飯廳呢邊咧同客廳咧兩邊都有個對流窗，做一個對流嘅作用。喺呢邊咧連接住旁邊嘅廚房啦，咁有啲咧我見過啲客咧想個空間咁大啲咧，可以打造成一個大嘅開放式廚房，而且咧呢度咧裡面咧仲有個工人房嘅位置。嚟到客廳呢邊咧，可以見到咧呢度擺梳化同埋電視機呢度距離咧個空間感咧就非常寬闊嘅，而且咧梳化咧坐喺度咧望出咧就可以望到遠處海景，成個中環同埋金鐘嘅景觀。再到嚟睡房區啦，成個單位實用面積係1000尺3房1套嘅設計，而且咧每間房嘅空間感咧都非常好，因為咧樂信台咧個實用程度咧都係普遍偏高嘅。我哋嚟到第一間睡房啦，可以見到咧中間擺一個 double bed 嘅床啦，側邊擺衣櫃同埋書台咧，其實側邊都仲有好多空間。咁呢度咧每個間房咧都有一個窗台嘅位置咧，仲可以擺放呢啲雜物。咁呢度咧望出咧同樣望到遠處海景啦，同埋成個金鐘中環嘅城市景觀。再嚟到另外一間睡房啦，咁呢間睡房比較特別咧，呢度有兩面嘅採光窗啦，其實兩邊嘅景觀咧都係非常開揚嘅。呢度有一個轉角嘅位咧，其實呢度可以做翻個書台咧，望翻出去都一個好開揚嘅景觀。最後我哋嚟到主人房，主人房同樣咧有兩面嘅採光，而且最特別咧、最罕有就係呢個單位咧喺樂信台嚟講咧係非常一個罕有高層放售之餘咧，望住出去咧最開揚一個動植物公園景觀，因為望出去咧一大片嘅綠色嘅綠化景啦，嗰度遠處就係禮賓府，同樣咧望到一個西半山同埋中半山嘅景觀，非常開揚。如果對呢個單位有興趣，或者想攞多啲資料或者睇樓嘅朋友咧，歡迎聯絡片中嘅電話。咁睇完呢段片咧，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可以訂閱我頻道。我哋下次再見。